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高雄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昏去送病院，落尾救无回来。因为这个囡仔规身躯全伤，警方怀疑囡仔的老母共虐待，法院嘛裁定羁押。不过，这个老母讲是囡仔家己为面床顶摔落来的。那社会局表示，这个老母要去向通报2届的家庭暴力。 土地安全无伫警方戒备之下，交到殡仪馆，这名有可能苦毒家己1岁后生的吴姓女子，面对着提问无要讲话。6岁下晡，伊伫厝内照顾囡仔的时阵，发现囡仔昏去，赶紧通知着囡仔的爸爸。2个会合了后，将男童送急诊。医生诊断发现男童头部有严重伤势，面还佫有骹手拢有伤势，怀疑用苦毒来通报，但是男童经过抢救，也是宣告死亡。 吴姓被告涉嫌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案件，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有勾串证人、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。 证据指向男童妈妈有重大嫌疑，检察官申请扣押，法院允准。师傅表示，男童妈妈捌因为家庭经济无稳定来求助，提供伊救助就业等服务，嘛证实男童的妈妈有2届互通报家暴的记录，分别是去年底，还有今年3月。第一次为112年12月通报访视，确有淤青，厘清系撞到婴儿护栏为照顾疏忽，故提供亲职教育及相关居家防护措施。 第2次为113年3月通报访视时未见伤势。第一次访查发现囡仔有乌青，检视了后判定是照顾的疏忽。第2届则是找无证据。社会局表示，吴姓女子生2个囡仔，另外1名4岁是由其他的家属来照顾。专案会配合检警调查，而且对伤害者提出独立的告诉。记者王刘婷丹、香港局报道。